府城立学境开山王庙管理委员会协同市府文化局依循道教科仪，伫延平郡王祠举行虎爷公开工安坐仪式，除了借此发扬妇道辅导祈福遗函，也祈求虎爷公保佑台南事事无灾。而这也是开山王庙300多年来首尊虎爷公开工。今日来完成这个虎爷的这个开工甲安坐，这其实是一个虎爷赋予这个神力的过程。希望这个虎爷的完成能够让虎爷带来这个保佑台南的力量。这尊虎爷特别请到府城工艺奖木雕艺师刘静文来操刀，虎爷公脚踏元宝，代表福气招财之意。开工了后，虎爷公奉祀伫咧延平郡王祠正殿，伊的神龛也是延平郡王祠的缩小版。这只虎爷甲一般的虎爷就是较无共，就是讲，因为色水甲一般咱的画虎版的虎爷比较形式较无共。伊代表金木水火土的一个概念内底啦，佮利用咱在南府城的百年工艺的变图、日语变图的形式伫内底，所以这件作品是毋是干那一件宗教上咧拜一件神祇而已，那一件算一件艺术品啦吼。这目前那这个形式咧做的，目前台湾台南干那2家尔，干2件作品，一件就是伫咧林水夫人庙江湖坡第2件作品的这一件作品。这尊虎爷公由5形式来装饰，加上府城百年工艺加当日石榴来制成，伊不只是神祇，也是传统工艺呈现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